喂，番薯，今日你帶我哋去邊度威咧？哦，咁我哋會去呢個九龍寨城公園、侯王古廟同埋石屋家園。哇，咁多地方啊！咁我快啲行啦。好，我哋出發啦。我哋由九龍城地鐵站 B3 出口，有 lift 同埋扶手電梯，可以直達到地面。沿住南角道一直行，見到賈炳達道，繼續向前行，過馬路就見到九龍寨城公園個入口㗎喇。好，我而家到咗呢個九龍寨城公園，咁我哋而家準備去參觀呢個九龍城寨光影之旅。我而家入去啦，呢邊行。喺公園門口有個九龍城寨光影之旅嘅指示牌，跟住行就好快到啦。如果大家錯過早前嗰部講述城寨故事嘅電影呢，就一定要嚟呢度啦。事關光影之旅呢，就係嗰部戲嘅電影場景展嚟嘅。呢個啊，成個以前九龍城寨咯。呢個係九龍寨城清拆之前嘅銅鑄模型。我哋咧先去攞飛先，因為有時間同埋人數限制入場噶。咁喺等入場嘅時候咧，可以睇下本大相簿，了解下九龍城寨當日嘅面貌。唔講唔知喎，呢座古建築物原來係清朝嘅衙門嚟噶。電影場景有8個展館，你可以順住右手邊嘅士多跌打館開始睇，或者直行去窄巷館，又或者打斜行去飛髮鋪冰室館睇都得。呢度任睇任摸任影相，場景嘅陳設真係好真實，勾起我好多兒時嘅回憶啊！考下大家識唔識睇呢啲街市數目字呢？哎呀，牙醫診所啊！我記得我細個嗰陣呢，知道聽朝要睇牙，夜晚即刻瞓着。呢度係窄巷館啊！哎呀，好得意啊！賣家庭用品，嗱有廁所刷啦，有泵啦，烏蠅拍啦，攞口沖啦，啊！哇，真係咩都有噶，雞毛掃啊，藤條炆豬肉啊！除咗九龍城寨電影場景展之外呢，九龍城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嘢值得睇噶。嗱，等我哋下一集為大家介紹更多景點啊！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我哋護老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